明天公园嘅挑工，照读树芽之间，慢慢糖嘅都嘅掉去脚上，打破天府公嘅电器，很像很多嘅部门嘅开题。天然风景照嘅部位入，从起之中，有人涉事嘅强势民众，不易看到出上嘅温度蛋糕。杜发东中湖南片嘅老山村，唔但强风景动静，还係現着水浦嘅客家總頭，行業出接嚟北上之上，其中就係對新竹、苗栗、西螺嘅最多。130年哦，係啲平埔族啊，你講啲平埔嘅哦，山內，日本時代開始嘅孩子要逢年人來啲開始生種間嘅樹樹，種樹樹啲開工廠開透過安個飛沙，啊家係客家人就天天咧就因半年多落來啲種頭。陽天茶水韓國強勢天熱，地寸獨立，地泡上冰冰冰冰，衝起來一圈一圈湧湧嘅泡染，點起嘅種頭日下就變到濃熱起來。兩日係種到人煙200嘅台詞走馬祖戲，老山人講走馬祖戲是係比公園都行嘅濃熱。種到嘅南部人、工人家、農民大勢全都出來咧。面頭先看到嘅係大區就係全部嘅老山村民，雖然口登記就500人沙，不過全件帶到兩嘅少8個沙，不過呢8個沙13萬嘅健身體驗，用天公包本嘅天然環境打造出全國第一嘅有機農業村。90年嘅時節，家就政府啊要心來推廣哦，因為啲村落嘅人啊要心廣上嘅改變，因為個種植的方式啦，啊，所以就通日本了個因為個農委會、農改場吼，來輔導，從幾下全面性嘅幾村人來做有機啦。老山村係中國度最合嘅素材，三鄉都係山，環境清幽，自然顯示住家咖喱氣，還有冇受污染嘅土地水源，係我哋調都係發展有機村最有利嘅天然條件。啊，去東北跳下來做下個賣飯食嘅個礦區，啊，幾下就賣飯食，所以下來水當潛力。啊，我哋老山人食的水啦，昨天的水啦，啊，所有一塊用水就係用瀑布的水。九九公嘅鹹水，讓走出後塘嘅大自然惡種，老山水處就係自然潤入老山嘅面貌。規盡頭水到冬天已按照台北通嘅老山台5區段內來灌溉天地。老山嘅有機產業米係最多嘅，大約有70天。剩下嘅福利米未打出嚟後面上，嗰類就係有機高樹，大約種嚟30甲。做來我哋嘛家唔知啊，我哋嘛唔知講做有機形容辦先做，嘛家嘛心肝袂驚哦，還是佢講唔怕啦，一塊家下佢通有錢好嘅條件就出來，叫你萬一啊講你做要失敗用樣辦，係錢補你有嘛吼，啊你做應放心來做呢。我想到該年春吼，從到打咩半年來打一擺啦，啊個對土壤方面吼都冇前好啦，嘿，都應該講冇嘅實草啦，用拍嚟吼，嘿，啊我有參加那個水保局吼，去上課研究啦，他們都會接受說這個草是保啦。新房屋老溫小村，喺老山推動有機村之前，做出一件做有機工作咧，係老山有機農業嘅兩轟炸。民國91年開始推動有機村，佢條行嘅係3萬嘅老村民溝通協調，轉做天然木土嘅有機栽培。剛開始㗎嘛困難就要等於啊，再要講嘅配合。啊，實際上哦，你像佢嘛從個除草劑啊嘛，就用個除草劑啊嘛用。啊，幫位就大家用鉛的啦吼，啊冇就講用嗰啲沙氣的鉛嗰啲強煙讓伊拍草樣啦吼，久的佢也袂歹勢啦。
新嘅政策而推动，喺看到選舉之前，難免容易不依附。不過兩下嘅路線就結束，唔單強做到東新股。2年，香港對深山轉做公共休閒，利用拍山木嘅天然環境，可發展內地嘅生態綠洲老住嘅體驗。小心不要掉下去。你可以所有的滷水呢，只有這個是鹼性的，你可以沾沾口裡面，鹹鹹的，沒有關係。老山區為係地火山探測大項，自然景觀老同植物生態當豐富如多年。不過最特別嘅，我算係奶火山咧。溫溫嘅奶中度見不破，但上來嘅都係地底下嘅天然氣。看起來像係堅固嘅水，其實頭抽煙都係24到25度。睇睇季節冇強壯，奶火山嘅數量未會越多越少。下個特別嘅係，喺地土發生之前，奶火山盤產會顯風增加。天然氣沒強壯變多，一個花中山斷層，一個永豐山斷層，這兩邊的斷層呢，造成這個我們這邊泥火山，但是這個泥火山它量又沒有很大，它會有間歇性的。如果說要量大的話，一般都是雨季的時候或者颱風過後，雨量比較大的時候，它量還會比較大，但是它那個地點都不在同一個點，等一下這邊，等一下那邊這樣子。它地底下它斷層。它那個洞不是說直這樣下去，它有人鑽來鑽去這樣子啊。是把圍起來比較安全。不會，沒有，它這個洞大概比我的手粗一點，很小哦，這樣。奶火山後就凍到只梅路，順頭咧又早又濕，成濃濃嘅植物，解釋唔係普通嘅草，係儲備切體嘅稀有哺乳類植物松葉。奶火山嘅因為嘅水啊，效果會鹹，所以你搭喺奶火山順頭嘅食物佢就較會鹹嘅味素，就會生嘅條種嘅食物。你台灣講你種三隻味素，有啱嘅東西啦。一隻就你推動關山嘅，佢賣泥火山，一隻就屏東奶火山盤出嘅奶漿係肉鹼性，有染類物質。所以，你兩座山當未做得看得到，本單上到回旋嘅胖架魚漂浮草，東牆橋兩道。除了之外，一看起來歐洲嘅奶火山水，亦為咗染綠成分，還做得拿來做豆腐呢。高麗喺那邊天腳這樣做得用，嘿。高麗啊，定係點啊？差唔多要2日度，連個水溫像清嘅這樣做得用安尼。磨好嘅條嘅產業傳統大湖馬肚，燒炒火來煮。呢個係國家業奶火山水，一條呢慢慢嘅就變做豆腐化嚟。伊食起來吼，佢唔會從落杯豆腐水軟軟，伊食起來佢係當 Q 啊，當香，又調嘅味。結湯嘅豆腐花，離體水變到每一個後，慢慢嘅牽做豆腐。掀開布嘅，先拍嘅火山豆腐出到面前，調嘅香味讓皮傳過來。好燙！唔是加添乜嘅香料，除咗得許多最原始嘅風味，除連成日嘅出動後，奶火山嘅功用還唔單止係用，一條抽煙兼噴出來嘅天然氣。每本老山村民仍然出上嚟架桶嘅牙齒錢。你早期吼，安尼去接嘅時候有冇按那風筒嘅，太早嘅風筒嘅添起來，就是接它的接架起過來，你就煮水啦，熱水啦，你洗澡啦吼燉到煮全部做得啦。你那講炒漢冇，加火冇啦。水中嘅水，奶火山嘅牙齒全部都係按天然。不過奶火山為咗為地土曬位，所以大擺地土過後，村民行為高清個先界盤產後。
道路嘅风马，染尽至少变得无误。嗰3月就揾經過貼片處理嘅老山做見面，寫隻嘅米粒比比薄薄，天天嘅變胖，唔是半分鐘出咗得了起來咧。兩日係來到老山，天出係天然嘅炒米腸。那用炒啊，它水質還香，是應該東西的東西嘛，很懷念，所以你最開始會做。小片終於唔係最後就嚟最後，除咗一張炒好嘅半新片，另外一片調間用東主人加嚟金麥皮嘅麥芽通椒。將米腸加入馬哥鐵條，共交通醬過後，嗰類就請聲音解通，米腸看起來還硬熱嘴咧。輕輕的就好了，不用下去，輕輕的。可是都粘在管子上面呢。對，好，走。你的手小心。壓，到水。分條嘅講，炒米腸係對廣東六府全國理解，對清朝公事年間到兩下。該時間農作嘅生活都艱苦，到嚟工業都會做炒米腸來做點心，也係幫類差事。以前我們是做那個爆米花，對不對？它這個是炒米香的，我們也沒有試過，非常體驗得很不錯。勞累了一個禮拜之後來這裡，可以真的放鬆心情，那是最大的感受。這樣就開始了哈，差不多10分鐘、15分鐘，它這個就會，等一下這個水會變顏色，這樣搓到某一個程度，你在水裡面擠一下，這樣啊，因為它果膠會跑出來。將浸泡子用到退熱度，處理尿，嚟到水慢慢嘅變做光色，用2-15分鐘過後，要漸漸調味，就冇添加附嘅浸泡度就做好咧。冇看過浸泡子嘅顧客，原唔係哪條看清楚，係用現當初買浸泡子為轉移自家做。農家推出各種天然法圖，每種農產品開發做到中介加工品，相應客注意，未創造很多嘅產出。因為你去做體驗農家吼，除了你的昨天當天你樹葉以外吼，去到你旱的時節用因來，愛去就加啲咧收穫吼，要加啲咧樹葉。啊，做了就有感覺就神奇，然後用因去學嘅個生態解說啦吼，係講鳥類動物嘅解說啦吼。今邊嘅老山村見清無限嘅可能，封閉嘅農作唔係個封閉，年輕嘅老山人都係攞大家分享老山嘅獎，只不過老山嘅魅力，我自家親身去探索。